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思想机，由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。节目的开始，恒春仔要来讲一个故事。乌道风云准夜台湾有一个秘密的乌道帮派组织——木心帮。男主角俊杰啊，伫木心帮是一个地位上升真紧的新人，因为目色好、手段雄、头壳反应紧，拄着硬仔要拖住，嘛拢冲头命。所以帮派一寡艰难的任务，只要由伊出马，总是办甲互帮主非常满意。最近木心帮发生一件大代志，木心帮的老二的为国外走私一批军火，毋知安怎，煞伫半中途失踪去。除了帮主，帮内的大大细细几若百人聚集伫个木心帮的大厅，家尽脑汁，拢咧想讲这批军火到底是走去倒咧？有人讲，迄敢会是负责运送的阿辉大的贼劫贼、鱿鱼食目贼、乌人食炭、乌食乌咧？嘛有人讲，可能是去互贼头查到，规个互党员家己咧用啊。对着老二的真有意见的老三讲，老二个，敢是你将这批军火暗藏起来？话讲也未煞呢，老二的下骹人就发声讲，你讲啥？土人无火，甘火无天，你有证据才通讲呢？老三真袂爽，就对老二的下骹人讲，你啥物级数？你准几分的螺丝？你也无资格应我的话啊！老二的一个面变变对着老三讲，老三，我平时对你也无歹，你乌这个窟窿要我跳，敢会伤超过？就安尼臭头狗药，十喙九尻川，大家拢咧发表对这件代志的见解甲看法。伫吵吵闹闹的时阵，帮主行出来了。有一寡帮将看到帮主的出现，声哨随便细声，但是无看到帮主的帮将呢，犹原继续大声咧摇这批军火的去向。这个时阵，帮主大大咧扫两声，众人听到这个声，知影这是帮主的名角。一时间，规个大厅雄雄变恬静，连当咧小嚷的老二的、老三的，嘛随立息起来。就伫大家恬恬毋敢出声的时，俊杰啊冲去帮主的身边，用真紧的手路为落底下摕出喙罨。来，帮主，这个喙罨你紧挂咧。帮主用真不可思议的表情，看到双手捧着喙罨的俊杰啊，伊为俊杰的手中摕着喙罨，慢慢啊挂起来，然后就讲：伫人际的密闭空间，若有呼吸道疾病的症状发生，这个时阵是爱挂喙罨无毋对。虽然你用双手捧着喙罨表示敬意，但是做咱这道的，有倒一个双手是清气的呢？就因为安尼，这个喙罨有可能污染着细菌，或者是病毒。不离过，这个我拢无怪你。俊杰啊，我爱互你知影两件真重要的代志。第一，我并无呼吸道疾病的症状。第二，我会永远怀念你。以上就是乌道准爷。
咱的节目也将近尾声咯，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